陆小花的罪，我可以改日再定，但这姑娘，我必须带走。公子，这姑娘可对您心中有恨呢。您把她留作枕边人，不怕她伺机报复吗？那我把她卖到窑子去。周公子，等等。俗话说有恩报恩，有怨报怨。这姑娘呢，对我家有恩，所以阿渊也想报恩。哦，陆妹妹，那你是想？我想代替这姑娘。陆渊，阿姐，好啊，这，此话当真？此话当真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哎，陆妹妹向来听话，我自然是有求必应的。你说，我不能做妾，必须明媒正娶。好，那我就明媒正娶。公子，这恐怕不太妥。有什么不妥的？就这么说定了。不过，我也不是傻子。你说，你要是跑了怎么办？不如这样吧，陆妹妹，在我娶你过门之前，你先跟我回府，怎么样？公子不安心，那我自然会让公子安心。但是阿渊有个条件，在未过门之前，公子必须以礼相待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未来夫人，我们回府吧。阿姐，阿姐，哎，你谁呀？你拦着我干嘛？你阿姐让我们相信她，我们回去等消息。民女要状告本州牧监，私贩军马，通敌谋私。运马的老孙头都已经招供了，那些军马就是因为他的饲养不周，脱水而死的。孙伯伯那是屈打成招，并非事实。你都知道什么？都说出来。牧监私通北猎，以一匹军马150两的高价卖给了北猎。您看到的这些尸体，不过是用来充数的，根本不是军马。那些军马被卖到了北猎。正是。空口无凭，本官如何信你？这是牧监给北猎的亲笔回信。您只需要对比一下牧监大人的笔迹，便可以验真假。起来说话。多谢大人。这书信，你是从何得来的？我假借名义住在了牧监府上，趁他们不备，偷偷找到的。我知道这背后官官相护，层层包庇。您有所忌惮，民女理解。不，我只是在想，我为何会错杀一个好人？大人，我李庸20岁高中魁首，10年期间连月10级。时至今日，我心中的愿景始终没有变。我最恨的就是这帮国之蛀虫，贪官污吏。我李庸绝不会让他们毁了大圣。阿石啊，这匹马以后就归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努力，早日编入正式军呐！哎，来了，这不是那个周家公子吗？该死，活该！没想到不仅平日欺压我，大战在即还通敌叛国，太过分了！小道消息，听说那陆家姑娘凭借一己之力打入了州府，混得如鱼得水，不出半个月就找到了罪证，现在不仅全身而退，还把他们一锅端了。是吗？嗯。你看，活该！就是，人在做天在看，真是报应啊！